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4篇、出埃及记25章第10到22节、歌罗西书第2章1到5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同在。不久之前我们曾经谈到过约柜啊，那我们说有人把约柜的看约柜这个角度呢，跟我们不一样，跟它原本的意义也不一样。他们把它当成宝藏。我们如果从这个领受约柜的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约柜其实指的应该是上帝的诫命，因为当时候十诫的石板是放在里面的。在大卫王的时期，约柜其实代表了上帝的权柄。我们看到经文的记载，非利士人在战争跟以色列人战争之后，他们赢了这个战争，掳走了约柜，就是在以利的手中。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掳走之后，就出事情了。甚至我们看到他们在迎接约柜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柜原本要倒了，结果那个扶着约柜的乌撒就受到惩罚，击打死掉了。这件事情也吓坏了大卫王，因为在这个当中他看到有上帝的权柄在里面。或是我们应该说，在约柜所代表是上帝在里面，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同在，透过约柜要表达出来的。在继续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必须要再次强调，我们看约柜不可以将它跟礼拜堂的建筑一样，太过重视如何盖，或是太过于在乎用什么样的高级建材，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宝物。那当然我们知道一定要把它盖得很好，而且要用最好的去盖，可是要记得那绝非最重要的事情，或是说我们的目标了。那我们如何看待约柜？就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宝物，太过于在乎它的建材，它的价值，到最后就变成把它当成宝藏而已。那教会呢，盖得很好，那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产物、重要的地标，那也会有问题。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在乎有没有上帝在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如果一间教会里面的人，里面的同工，一天到晚只会斗，那么这个教会即使是买下来的自己的产物，是盖得再堂皇不过，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没有上帝在里面嘛。就像对非利士人来说，约柜只不过是一个宝物，一个东西，一个宝物，是他们用来破坏这个敌对国家，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宝藏，一个掳掠的方式。但是约柜并不是这样的意义。约柜存在着上帝与人立约的记号。我们知道当时候十诫的石板是放在里面，十诫本身就是一个立约。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同在，立了约，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了。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更进一步要来说，或是说对顺服上帝旨意的人来说，遵行上帝诫命的人来说，这个约柜才有意义。如同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
我要在那里与你会面，在柜盖的上面，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把我为以色列人民订立的法律传给你。这个才是约柜真正的目的跟意义，因为上帝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会面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这个就是在讲教会嘛，哈，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哈。保罗在狱中写信给这个哥罗西教会，这一间教会并不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其实保罗也没有去过，而且这间教会其实是一个外邦人居多的教会。那保罗没有去过，那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没有去过，其实记载在圣经里面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腓利门书第21节、22节这样提到，我写信给你，深信你们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我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今天的经文第2章第1节也这样告诉我们，我希望你们知道，为着你们和老底嘉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见过面的人，我尽心竭力的工作。保罗其实是从另外一位使徒以巴弗的口中获得一些有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情形。那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信仰上有错误，也有假教师来传迷惑信徒的事。在教会中，他蔓延着这些异端。这个异端在当时候被称为亚历山大城的神哲主义。与腐败的犹太教呢混合而产生的。所谓的神哲主义，就是希腊人讲的智慧他们说Gnosticism， 或是我们直接从中文的翻译叫做诺斯底派、诺斯底主义。保罗称这些人的主张主义呢，是一种花言巧语、理学、理性的和虚妄的谎言他又称为他们是小学，这个我们可以在哥罗西书第2章里面呢4节、8节、20、21节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虽然没有机会拜访哥罗西教会，但是他这样说道，我说这话免得你们被任何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虽然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我很高兴能够看见你们循规蹈矩，并且对基督信仰坚固的基础。我们注意听，保罗说，我肉体没有跟你们同在，但是心却与你们同在，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透过肉体可以看见的，是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接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成就了以马内利，上帝同在的一个应许。所以对上帝有正确教导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或是信徒里面，他们就充满了谎言就充满了批判攻击的灵像这样失去上帝同在，就是我们说守诫命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其实是需要好好的被提醒，然后要警醒祷告的。一旦我们愿意用祷告悔改的心来转向上帝的时候，就如同大卫的时期一样，大卫他犯了罪，他再次的蒙福，因为他悔改认罪。
因为领受了以马内利的上帝的同在这样的应许，就会再一次来临到我们。